自2024年7月初1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完备的救赎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9章39到28节。照天顶的款式所创造的物，需要用精鲜的血来洁净。毋过，天顶的原物需要用比这个较好的祭物来洁净。基督入去的，并毋是人的手做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副本，是入去天顶的真圣所。伊现在为着咱出现伫上帝的面前。基督毋免一遍搁一遍显本身，亲像大祭司着逐年继续带精鲜的血入去至圣所。若着一遍搁一遍献，对创造世界以来，基督着一遍搁一遍受苦。毋过，现在伫即个世代的路马，伊只有出现一遍，将本身献做祭来除去罪。照所注定，人着一摆死，死后着受上帝审判。亲像安尼，基督已经有一遍牺牲来担当众人的罪，伊为第二遍显现，毋是要对付罪，是要拯救迫切在等候伊来的人。完备的救赎。所罗门王的国势强盛，伊使用老爸大卫所准备的上等材料建造圣殿。圣殿的建造讲究工法设计，极尽荣华，金碧辉煌，互人进入圣所敬拜上帝时，感受神圣、辉煌的氛围，就肃然起敬，尊迎上帝。所罗门用7年完成圣殿的建造了后，将约柜运入圣殿，搁举行献殿礼。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回点上帝的大情，向天举手祈祷，了后为会众祝福。伊伫祈祷呢，明白表示上帝并未带点人的手所建造的圣殿，因为就算是无边的天际，尚且容不下伟大的上帝，何况这小小的圣殿呢？圣殿上主要的功能有2项，第一项是见证上帝的荣耀，拄亲像大卫所讲，上主的圣殿着起真堂皇，互伊的名声荣耀透到万国。搁亲像所罗门王所讲，互地上万民知，上主以外无别个上帝。圣殿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作为祈祷敬拜的场所。所罗门王祈求，当人向着圣殿祈求的时，愿上帝会当垂听，不论对建筑圣殿的初衷、过程，乃至落成的献殿祈祷文，拢看到尊敬上帝的心，值得嘉许肯定。以色列人借着圣殿的场所，甲上帝亲近，借着祭司一遍搁一遍的献祭，期望得到上帝的救赎。今仔日的经文呈现希伯来书作者的观念，就是地面呈现的是天顶的影像，天顶的实存才是真实的本体。所以人的手所造的圣所虽然辉煌无比，也只是真正圣所的副本。天顶的圣所比地上
的是搁较美好。大祭司必须每年带着精生的血进入至圣所来洁净人的罪，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上好的祭物，一面将家己献上做祭，就担当世间人的罪。耶稣一边的救赎，代替人徛踮上帝面前，成就完备的救恩，直到搁再一遍显现，来拯救听候伊的人。现今，真侪教会耗费巨资，将教堂建设甲宏伟、堂皇、美轮美奂，设备完善，为着要互人踮舒适的环境，气氛下敬拜上帝。教会建筑物存在的目的，当然是要诚侪传扬耶稣基督救赎世间人福音的所在。总是救赎是来自上帝主动，人的回应是认罪，愿意倚靠基督的牺牲赎罪，才当得到救赎。这个救赎呈现出完美佮延续性的救恩，甲人类拢有关，对过去到现在到未来。教会上重要的使命在伫耶稣基督救恩的宣扬，所以建筑物的使用规划、典礼、仪式、活动，也拢应该朝向这个目标去进行。伫一遍搁一遍的对外传道、对内教育中，宣扬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一遍的牺牲救赎，成就永世的救恩。日想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举全成功，咱着宣扬，搁伫持续的礼拜中强化。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举全成功，咱着宣扬，搁伫持续的礼拜中强化。咱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感谢你为世间人牺牲性命，以完备的救赎，开辟朝向永生的新路。我深深期待你再临的拯救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